佢話人若賺得全世界，賠上自己嘅生命，有什麼益處呢？人還能拿什麼來換生命呢？凡在這淫亂罪惡嘅世代，把我和我的道當作可恥嘅，人子在他父的榮耀裏，從同聖天使降臨嘅時候，也要把那人當作可恥。今日有幾多人願意追求喺屬靈領域裏邊七方面嘅罪呢？因為有呢個嘅花花世界嘅迷惑影響，就算你賺得全世界啊，都會賠上你永恆嘅生命嘅。嗱，所以簡單嚟分享就話，我哋有冇羨慕神為我哋預備永恆家鄉七方面嘅罪咧？而呢一啲嘅擺上，我哋仍然喺呢個世界生活嘅時候，好容易俾呢個世界影響迷惑，花盡你嘅意念心思，花盡你嘅時間、你嘅光陰去追求呢一個世界各方面嘅好嘢吓。嗱，弟兄姊妹記住啊，如果你追求呢個世界、愛呢個世界，你唔會有時間喜歡神嘅道同埋耶穌基督佢自己，所以你冇辦法領受到喺呢一個嘅詩篇第16篇第5、第6節兩個嘅罪。嗱，所以咧，請你喺詩篇第16篇第5、第6節旁邊寫低嗰啲嘅影響你嘅追求嘅嗰啲嘅原因，就係馬可福音第8章36、37、38 3節。你喺馬可福音第8章36、37、38節旁邊都寫低詩篇16篇5到6節啦。就係今日我喺讀經靈修嘅裏邊嘅時候，神就同我講，我就同你分享啦。嗱，所以啊，你而家信耶穌係羨慕乜嘢？羨慕地上啊，還是羨慕天上？你嘅日子係用喺邊度？用喺今生定係用喺永恆啦？嗱，你自己選擇啊。就正如我哋2月份嘅代禱事項講到約珥書，所有每一日好多嘅決定你自己選擇，所以神呢又俾咗你同我都有24小時，記得咯噃吓。你唔好將你嘅時間用喺手機裏邊啦，花盡啲時間，